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医治是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福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直在做医治的工作。第二个原因，我们从基督教历史18、19世纪的所谓的普世宣教运动，从欧洲、北美发动的普世宣教运动，一直跟医疗非常有关系。非常的有关系，1879年马街在北台湾的医疗宣教也是从我们教会开始，就在我们的左边。你知道在台湾有好多的基督教医院，那你就会非常的清楚，所谓医疗跟宣教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医治是基督教福音的重点。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所赏赐。这个肉体的生命有时候充满欢喜快乐，有时候也因为病痛让我们领受无限的悲伤跟痛苦。人为什么会生病呢？医学告诉我们说，可能也跟遗传、跟环境、跟食物、跟病毒传染有关系。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第一个，因为犯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犯罪做错了事情，你当然会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第二个是上帝的试炼，在加拉太书第4章，使徒保罗他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上帝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从这段圣经看来，我们就知道，有时候人会生病，是出于上帝的意思，是一种考验，是一种试炼，目的是要成全他的旨意。对基督徒来说，生跟死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是这样，你的生病当然就有上帝的旨意，为要试炼我们。第三个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你会生病。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23节，保罗告诫他的干儿子就是提摩太，他说：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再不要常常喝水，可以稍微喝点什么东西，酒很多弟兄姐妹看到的，这个圣经会很高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喝点酒。其实酒在当时是一种药，也是一种药，不是叫你常常喝酒。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啊。但是一个人生活混乱，乱吃乱喝你的生活纷乱，当然是糟蹋自己的身体，你当然会生病。第四个是因为要让上帝得荣耀。约翰福音书11章，出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家庭会跟耶稣非常的亲密。这个家庭就是拉撒路他们的家。拉撒路他生病，他的姐姐玛利亚跟马大两个都是他的姐姐。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这个很重要，特别是你所爱的。耶稣听见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生病都有够倒霉了，怎么会为了上帝的荣耀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然，刚刚牧师讲说，基督徒的生跟死既然都在上帝的手里，当然，生跟死都可以荣耀上帝。今天我们念的圣经记载一个摊子，他被人用褥子抬来找耶稣，褥子就是那个床垫这个故事不断在耶稣的传道生涯当中一直出现，不论是瞎子的、长大麻风的、跛脚的、鬼附身的，他们哀伤来找耶稣，希望耶稣医治他们肉体的病痛。他们希望耶稣为他们有限软弱的生命带来的医治跟盼望。可是耶稣看见这样一个残破苦痛的生命的摊子，耶稣第一句话跟他讲什么？耶稣说：小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台湾话讲用讲的较紧，
啊，我赦免你的罪啊。所以大家议论纷纷啊，他要的不是这个嘛。耶稣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当中行了一个神迹，他叫这个摊子拿起他的褥子，啊，他的褥子走回家去了，归荣耀于上帝。因为耶稣要给他的礼物是一个完全的医治，也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耶稣也不只要让他的肉体得到医治，也包括心灵的重建跟治疗。这也是我们整个基督福音的一个重点。上帝所要给人的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活泼的、有盼望的生命。从这个故事，我们更能体会人有几种的需要。第一个，人的肉体需要被医治。创世纪1章2节说，上帝用泥土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台湾话讲人是天生地用，你可能听不懂哦。天生地养，上天所赏赐的。地所养的，因为人也用地上所产生的五谷杂粮这些物质来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存。可是这个肉体的生命，它常常也会有败坏、残缺、失去功能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用的手机是第几支的手机啊？哈，如果你买的手机哦是永远不会坏掉，那个苹果公司就倒了。因为机器都会坏掉啊，电子的东西，我本身是练电子的，我非常清楚啊，都有使用期限，所有的东西都有使用期限。可是人的身体啊，人的肉体啊，也有使用的期限。佛教说这是一个臭皮囊，臭皮囊就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有养生之道，我们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功能耐用。是百病不侵，百病不侵。圣经说我们的年岁是70岁了，勇壮的可以到几岁？80啊！我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教会超过80岁了哦，人太多了，好多人都超过80岁，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2000年前这个摊子所引起的生病，有专家在写书的里面提到。它可能是病毒所引起的小麻痹，所以不能走；也有可能是血管阻塞、栓塞所引起的中风。这种病当时当然是无能为力医治，没有医生可以医治。所以在绝望当中，他们来找耶稣，他们盼望得到一个神迹，盼望耶稣来医治他们。对基督徒来看，对我们每一位弟兄来看。身体的主权是属上帝的，可是照顾身体健康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我们不是平常糟蹋自己，有病的时候我们才来到上帝面前求神迹，结果上帝没有神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上帝你不爱我，你不疼我了。上帝就没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吗？求主在各样的病痛当中特别来眷顾，来怜悯我们，各样的方式来医治我们。肉体得医治的方法大概有3种，第一个是自然的医治，就是说你不吃药，你的病也会好，只要多运动、复健，保持身体的健康那你的身体就会康复你就会康复。大概55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反共护国祈祷会，没有人要参加，他是超教派的，我们牧师就要我去参加。那个礼拜那个牧师讲到什么我忘记了，可是他们请了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嘉义县的县长来致辞，在那个护教大会致辞。这个县长是一个老中医师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还记得，他说你们。信基督教的人要对你们的上帝有信心他说他是一个中医师，那有一次有一个病人来腰酸背痛来找他，然后他就开了一个药单，请他拿回去了。结果下礼拜这个病人又来，然后他就问这个病人说：“你有没有比较好？”他说：“好了，完全好了。”这个老中医师这个县长就问他说：“你去哪里拿药？因为这处方签不是药。”他说：“拿什么药？我回家就把这个处方签贴在我的腰部1个礼拜就好了。”这个老县长讲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就是对上帝要有信心了
就像这个病人对我这个中医师的信任一样啊。所以你的病不吃药也会好啊，也会好。神迹的医治，超自然的医治，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可是神迹的医治是非常少的，不是有求必应。每一个生病的人，我们都求医治，然后基督教不用开医院了，医院就关门了。神迹的医治乃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因为医治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手里，不是在某一个牧师的手里。虽然我做牧师也常常为病人祷告，可是我都会告诉他：你对上帝要有信心，你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牧师帮助你，为你安守祷告，因为这个权柄是在上帝的手里，而且不是有求必应，不是有求必应。路加福音第5章15节、16节说，耶稣的名声发扬出去了，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听耶稣讲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那个意思说，耶稣是一个名医啊，你要挂耶稣的号啊，不好挂。我不知道耶稣是看什么科了，可是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都得到医治。这段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一段圣经这样讲说，耶稣的家人觉得耶稣好像疯癫了啊，疯子了，因为没有时间吃饭，找他的医治的人太多了啊。这段圣经说，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因为神迹常常是扮演着随着宣教的事工发生的，神迹是为了见证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私心。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要对神、上帝充满信心跟期待，我们要对我们所爱的家人、亲人有足够的爱跟支持、关心跟带祷。乃是我们的责任。人的病痛、弱的病痛，也可以得到现代医学上的医治。上帝让现代的医学非常的进步。我最近一直在看什么叫免疫疗法因为我的牧师娘跟我都生病免疫疗法有什么次世代基因你的基因可以做检测。台湾人应该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感谢我们台湾有健保，所以就医非常方便你生病的时候都可以很快找到医生，拿到药所以有病就要吃药。以前我常常探访一些老人家他们就常常跟牧师说：“牧师啊，我有够歹命吃到这些药你听得懂吗？吃这么多药。”我说你要颠倒去想。你要感谢上帝，我这么多病还有药可以吃因为在台湾到处都有药可以吃。你知道早期20几年前，我们跟我们淡水教会参与阿卡宣教的事工。我们教会早期参与很多北大阿卡宣教事工。早期阿卡事工，因为这个地方也很落后，阿卡是在金三角那个地方，金三角地有部落的小朋友因疟疾而死掉了。我们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疟疾怎么会死掉？在台湾疟疾你吃个归零，那个药才几毛钱、几块钱，可是在那地方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找不到药，我过世了。所以你要感恩生病可以找到医生，有药可以吃。我最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疾病交给专业、优秀的医师。第二个，我们要把照顾、调整自己身体健康的责任，好好交代自己，还有照顾自己的健康。第三个，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信仰，我们更重要要把生命交托给上帝，把生命交托给上帝。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体验跟把握。我们相信上帝的爱跟引导。更重要的是，什么？有智慧的去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健康、是痛苦、是艰难，我们都愿意用感恩、顺服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更丰盛的保守跟坚固。人的心灵也需要被医治。一个人的心灵不健康，你的身体一定不会健康，你会常常生病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很多病是从你的心心来。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外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在变化，给我们压力，工作给我们压力，家庭给我们压力，亲人给我们压力。可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心灵的捆绑跟痛苦，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可能我们充满无穷的欲望、愤怒、记恨、嫉妒、忧愁、自卑、自义，或是空思梦想，这些常常需要上帝特别的医治跟释放。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那叫如何建立高 EQ 的教会。它不是 IQ 的教会，是高 EQ 的教会。它告诉我们说，灵性跟 EQ 非常有关系。你的情绪智商，如果这个人常常发脾气，这个人常常闹情绪，那怎么会有讲灵性跟上帝的关系你的情绪智商不高，你的灵性当然受损，身体也不会健康。我们通过一个正常的信仰生活，来建立一个健康、开阔、活泼、充满自信与乐观的心灵。更重要，我要讲最后面就是你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你会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你所遇到的问题，你才能面对生命中突然而来的压力跟挑战，你才能去应付这些挑战，就是自我调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当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你要不是听心跳有没有跳？我这几天这2个礼拜都住在医院里面陪伴牧师娘牧师娘的心跳跳到50以下，哇！整个护理站就是大惊慌，他们觉得怎么有可能？后来就把高血压的药把它减掉，让它心跳恢复。所以你的心很重要。如何管理、修养心灵的功课，医治自己的心灵，比你去赚得全世界更重要。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拼命想赚得更多的钱，就如耶稣说，丧失自己的生命。有一天你失去健康了，你生病了，你想说我要更多的钱来得到医治，赚的让自己得到生命，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所以健康是唯一的宝贝，身体的健康是唯一的宝贝。第3个，人要跟上帝和好，这是一个医治，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可以重生。整个和好是基督教教义当中一个很好的信息。人要跟上帝和好，当然首先你要人跟别人和好，跟人和好，你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人要上帝跟人认罪，跟别人认罪，跟上帝认罪，并且得到上帝的赦免，来过一个重生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这个过程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今天我们念的这段圣经，耶稣知道这个摊子他的痛苦在哪里，他的问题不止于在他身体的病痛，这些病痛这些年来带给他的家人多么大的重担跟负担，无论是在金钱上、精神上的压力，带给他周边的亲人、家庭的痛苦。所以他的人生可能充满了很多的怨恨，他的灵魂、他的生命都需要被上帝所医治、所拯救。他内心隐藏的罪需要得到赦免，而且更重要，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开始有一个新的里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里程。所以当这个摊子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真正的问题的所在。耶稣用上帝所赐的权柄赦免他的罪，这是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再来呢，耶稣叫他起来，拿了他的褥子回家去了。
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他的病，让他可以走，可以回去，让他得到完全的救赎。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的。牧师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移山倒海的信心跟祈祷。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祈祷是什么？在马可福音书第11章，他记载说，彼得向耶稣报告说，他们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些无花果树因为被咒诅然后全部都被枯干了，他就把这个事跟耶稣讲。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拖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念到这一段圣经他这段圣经在讲祈祷的一个高度它不是你不能照字面去了解这段圣经。你求什么就给你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有求必应的上帝吗？然后你排列很多1、2、3、4、5。我年轻时候被教导就说用祷告簿把它写得一清二楚，上帝才会知道如果我写的10项、20项，上帝都一项一项给我满足了，照我所求了。我说那个不是上帝对那个是奴才你请的奴才，你努力，你要他做什么，他来做什么。上帝怎么会照你自己的心意去做呢？如果是这样，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山怎么没有挪开呢？刚刚我们的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可以把山挪到海里面去吗？山怎么没有移开呢？我不是有很多的祈祷吗？山在哪里？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先要挪开你心里面的更大的障碍，更大的障碍。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祈祷？我不知道弟兄，我刚刚讲说，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是一个祈祷的高度，一个高度祈祷高度不是宽度了，宽度是越来越多项目越来越多。有一个神学家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怎么样祈祷？第一个，你要勇敢的去接受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你虔诚的祈祷，你虔诚的参加赞美团、敬拜团，然后这些事情就在你的身边不会发生。有哪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事？第一个，变老。你会变老，你不会年轻了。我总想着自己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带着牧师2个孩子去牧会，在快40年前的事情。我已经也是70岁的老人家了。那老是不能改变的，不管你怎么努力祈祷，它不会改变。第二个，你会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不会说因为你拼命的祈祷，你做那个通宵禁食的祷告，然后你就不会生病。第三个，你会死亡，对不对？不会因为你祈祷虔诚的，你不会死亡。最近我在想，那个我们的虔诚的祈祷会不会让台风改变？我们不是很多教会的祈祷会说，我们的求主改变台风。这个强烈的台风来的时候，不要从淡水进来。感谢上帝，他终于没进来，他扫到菲律宾去了，因为菲律宾死了10几个人。然后我们感谢上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祈祷能够让台风改变吗？台风它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气象学的定律，除非那个环境改变，它台风才会改变。我们祈祷说，在这个台风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第二个，你要努力去做，有努力去做可以改变的事情。生命当中有无限的可能性跟创造性，你记得这2个字可能性跟创造性，你可以不断的有那些空间是你可以去努力的，比如说生病，你可以找到好的医院、好的医生，找到好的药，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牧师娘去年5月得到胰脏癌第3期，那是一个末期很严重的病
我大概找个4个医学中心，荣总有中立子，长庚有直子，台大，还有马偕，后来在马偕做化疗，最后一直做化疗。今天早上我刚刚早上是从医院来的这就是生病，你除了祈祷以外，你还可以做很多的努力，第3个，这个神学家告诉我们说，你要有智慧去分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一，什么是二。一是不能改变的，第2是可以改变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然也有一些虔诚的祈求跟盼望。我们期待上帝你会听你会听。我牧会36年，然后退休的时候，在2年前退休。退休后，我期待跟牧师娘比较有一个平淡的生活，所以我们搬到新竹圣经学院去，我当公关主任。我们有个很漂亮的宿舍，刚好在篮球场隔壁。如果你去过圣经学院，你就知道那个很漂亮的篮球场隔壁那个房子，前面有漂亮的草皮，很高的树，然后清晨的时候小鸟会飞来，啾啾啾啾叫，晚上会有松鼠在天花板上飞来飞去，那么美的地方啊！可是上帝把我的意念打破了。从去年的3月开始，5月就医开始，大概我有1/3的时间是在医院里面陪牧师娘，而不是在宿舍里面。这张照片你看得到吗？你知道是哪里吗？刚刚我们敬拜的姐妹说夕阳我早上是从这个窗子下面醒过来，大概几个月前我非常感慨，看着那个夕阳从观音山这样下去，从淡水河口照下去，我给他拍了这张照片，po在我的 FB 上，po在上面我写说又涨价了，很多人就在说什么又涨价了，什么涨价你知道吗？马偕医院的病房费又涨价了，从7月1号就。很多人看不懂，像你说，那个关渡的咸鸭蛋是不是涨价了？地涨价了，其实不是，你就知道我的内心的挣扎跟祈祷，我的在想什么？没有祈祷吗？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教会听说我牧师娘生病，就一直为我们这个家庭为牧师娘祷告。大概4、5个月前，我也得射物腺癌第二期因为要治疗，为了要照顾我牧师娘，我选了他刚好出院的那个礼拜，赶快去做手术把他完成手术然后又赶快回来照顾我牧师娘那我讲这个生病的历程，就是让弟兄姐妹了解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路我们牧师娘一共住院住了41次总院分院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分院，这个叫20病房，马偕楼的10楼叫做20病房，它是一个癌症化疗的病房很多人来这边可以看，好漂亮好漂亮。我说你的有时候心高兴不起来。我自己当牧师一生都在站讲台，我都在宣告说，生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生跟死都要荣耀上帝。可是面对这么艰难的试炼我们仍然在问说，上帝啊，你怎么都没有听我们的祈祷？你怎么都不听我们祷告？我们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排列得非常清楚吗？你可以忘掉牧师今天的讲道，你记得这2条线：上帝跟人。上帝是全能的，是伟大的，是不可推测的人是软弱的，是有限的。这2条线不可能交叉在一起。什么时候会交叉一起呢？上帝会透过启示，在历史上他透过各样的启示，把他自己显现给人看，让人知道他，认识他，了解他。人呢，卑微的人只能透过我们的祈祷，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诗歌，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我要问的是，这2条线，哪一条线会常常这样起起伏伏、跳来跳去，就好像那个心脏这样跳？啊？人，为什么？因为人自私的，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耶和华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们用自己的私心在思考，在祈祷。我刚刚说耶稣教导的那个祈祷的高度，那个高度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提升到体会上帝的心意。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不是带领军队在跟南部打仗吗？他有个将军说：“总统，我们要来祷告，让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赶快打赢那一边呢。”林肯说什么？我们要祈祷，让我们可以站在上帝那一边。我永远记得这个教导非常美。你的祈祷不是站在你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思考。我们的祈祷原来不是要求改变，不是求上帝更改他的旨意，而是让我们更贴近他，经验他，体会他对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上帝让我们还存活着，你对你的家人，对这个教会，对你活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对这个社会，上帝要你做什么？要你做什么？有什么意义？我跟牧师娘讲说，我人生退休后最大的重要一个责任就是陪伴你，就是陪伴你。所以这1年6个月来，我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我自己看护他，看护他。人生所拥有的，有一天一定会消失。弟兄姐妹，你所要的，你所珍惜的，你所看重的，有一天都会消失。包括亲情、友情，包括你所在以为很重要的，那些有价值的名声，那些地位，有一天全部都会消失。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功课就是断舍离，把它切断。有的人他一定会断，你不断他也会断。舍就是舍掉，舍掉。有时候连一本书要丢掉，我们都舍不得，那怎么去舍？离分开。可是有一件对基督徒来讲，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上帝永存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我们的生，不论是我们的死，不论是我们的快乐、悲伤、痛苦，上帝永远跟我们没有分离。这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把握，一个保障。齐国果说，它是一种信仰的跳跃。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会进入到上帝的永恒里面，做一个跳跃，飞进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功课。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肉体越来越软弱，有可能身体的病痛越来越多，痛苦越多。有可能我们要面对亲人的离开，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要离开这个世界。它都是一些要面对的挑战跟功课，逃离不了。也许我们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很年轻，你还不能体会这种挑战，这种试炼。早上台语礼拜结束，有很多年老的弟兄姐妹都来跟我说，他们有这样的病痛，病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常常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要得到你的完全的医治，我要得到你完全的赦免，求你给我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始一个重生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勇敢的站起来，不要让心灵的软弱、瘫痪的肉体的病痛，成为我们生命在上帝手里得完全医治的障碍。”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你是我们最大的宝贝，最大的福气，让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试炼，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仰，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有信心的人，充满感恩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